请将指示杯前倒出，后倒出，讲师好。讲师好。好，各位姐姐请坐下。开始走安。我希望上天注意做出的工作代办，书中书本有大家的代表代表，然后建议我大医生建议两本书，甲建议
请咱各位前辈对我讲哦，咱来一直念，看咱咧念国语还是念台语拢会使。大家听来看哦，识字得一讲，咱做伙念哦，咱就做伙念出来哦，识字得一讲。識字得一隻，天得一清，地得一靈，錢得一靈，國得一靈，萬物得一心，好王得一天下真。天無一清，將強烈；地無一靈，將強發；心無一靈，將強血。國無一將強敵，萬物無一心，將強滅。好王無一貴，歌無一見，喜好有情我掛不國，主為一見為本為會有道路有用，道路有效。但咱念经的这嘛会当信啊嘛。啊，因为我对台语吼，伊的正音无啥清楚，所以我较有着去念迄个录音本感，所以对你啦。那么这种啊吼，大约咱会使甲分做三段，大约咱会大概分做三段。我较有用共款的心吼，来分做。识字得一讲，才算第一段，哦，算第一段。为前为本，才算第二段；地所以才算第三段。这三段的含义有共。第一，伊当然对咱讲话是讲得意，啊，毋过你讲得意吼，到底咱是得着什么物？所以伊才有解释。第二咧，还是咱本种的种子，哦，咱的本种种子是第二段。第三段是教咱怎么做。你既然知啊，那里面怎做？啊，所以吼，咱先来研究咱文章的种子是啥物？故为以前为本，歌以下为基，是以后王主清高挂不国，处为以前为本也为王。第三步吼，较简单了解，处为以前为本也，伊主要是甲咱强调前是为的根本的。拄咱前面讲迄个根本，为何是讲毋是嘛？哦，当然是啊，还是讲老像哦，讲毋是。那伊意思啊吼，首先咱先来看伊简单文字的意思。故为以前为本，歌以下为基。歌以下为基，为前的，咱差不多了解一句吼，咱念。何法吼？
咱啥物啊？基础也好管理，这用基础来想都了解。伊咱是
你知影天，咱就知影地。伫咱咧看经典哦，因为圣人咧讲天哦有六种，包括各宗教因咧讲天嘛有六种。那以何方咱咧读经典的经验啦吼，互我分享咯。你若看儒家，孔夫子讲的天，孔夫子讲的天是上基本、上后壁迄个大天。所以孔夫子的学天就是学理，这句话吼对咱后壁会解释咯。所以咱即种讲的敢是毋是？咱即种讲的天毋是？咱即种讲的天是行出咱即个门，抬头看到的即个天啊。哦，所以即部分啥物叫做天哦，是甲咱解释。圣人的解释无共，就是有层次的，它是有层次的。这里所讲的。是我们眼睛这样看着就看得到的。上面叫做清，哦，上面叫做清，垂向清明叫做清，上面叫做垂向。天有天的规，伊爱安排咱叫做四时啊，春夏秋冬有伊的历史。所以咱真是算啥秋天啊嘛，咱真算秋天，搁过个月就变啥物？冬天啊，啊，毋过各位咱拢知，雨啊差不多伫下骹吼，够热啊，搁咧流汗咧，是讲吼。
这是
信